山阳弥勒尊，吾皇敕令景下生，收服南延归正宗，来往道下真言咒，传下当来大藏经，因而刹你常慈念，邪神不敢来近身，此念一遍神通大，此念2遍得超生，此念3遍神鬼怕，魍魉邪魔化为神，修持劫内寻路径，念起真引归佛令。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时空，一空再空3空，4空5空6空7空8空9空10空手。恭诵弥勒救苦真经第3遍。佛说弥勒救苦经，弥勒下世不非亲，灵宝齐鲁灵山地，拈花印证考山胜，落在中原占星地，大正四川王桃心，天真收元挂圣号，等待时至点神兵，灵雷震开护其土，天下神鬼不安宁，亲在人天中华母，9连圣教归上圣，天花老母垂玉线，收元显化在谷中，南北2极连中续，混元古册在中央，老母降下通天窍，无影生前对合同，因而要想归家去，此念当来弥勒经，用心持念佛来救，朵朵今年去超生，是得仙儿点铁化成金，每日自心常持念，3灾8难不来侵，要想成佛请礼拜，常持聪明智慧心，休听邪人胡说话，劳酸一马练无声，老母降下真天咒，
邪魔化为尘。修持劫内寻路径，念起真言归佛令。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时空，一空再空三空，四空五空，六空七空，八空九空十空手。回向文，愿将以上诵经功德，回向于杨成秀隐大德，恳叩请求弥勒祖师，南海古佛，济公活佛，月会菩萨慈悲做主，愿杨成秀隐大德，往生弥勒净土中，莲开见慈尊容，记得不退无上道，在水菩萨下阎浮，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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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还有吗？平常都会好好忏悔，要是因为遇到有前神归空，有吃素有力亲口愿得到弥勒内院，没有男女欲望，有求道以后没有还道拜德，没有吃素没有力亲口愿归空以后到弥勒外院、弥勒净土外院，还有男女欲望，要有吃素力亲口愿的归空以后到弥勒内院，没有男女欲望。弥勒内院呢，听弥勒古佛弥勒祖师弘法说法，早日成道，早日成佛。弥勒祖师呢，在人寿8万岁说到阎浮提人世间投胎转世，然后在龙华树下，龙华三会第三会龙华会，龙华树下在龙华树下龙华树下成道龙华三会第三会白羊气弥勒祖师掌天盘，济公活佛掌大盘，白羊三圣有弥勒祖师有济公活佛有夜会菩萨，要得孔孟圣道三宝心好，应时应运的嘛。白羊气是龙华三会第三会龙华会，弥勒祖师掌天盘，赶快有缘人要赶快得孔孟圣道三宝心好，要赶快求道，得名师指点，将来超脱生死轮回，进六道生死轮回之苦，超脱轮回。平常赖在晚上9点读诵弥勒救苦真经3次，然后念祈福回向文，功德回向天地回向祖先回向父母回向子女回向有形众生回向无形大德，
有情众生啊，还有无形大德，还有回向新冠肺炎，期望疫情不要再扩大。最后还有忏悔文，忏悔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身口意之所生，一切我今皆忏悔。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